好在8月23的罢免投票，拢总有7案，其中有南投的呢，就是占2个。这马文君甲尤浩呢是积极来催票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早起嘛拼起甲斗相听，另外这罢免立委的团体也去到德山早市，甲人拜托，呼吁乡亲爱投同意票来守护自由甲民主。 感谢。拜六就是罢免投票日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拜四早起特别到南投德山，和国民党立委尤浩做伙扫街。出发进前，因嘛先去德山正觉寺拜拜。韩国瑜爱南投乡亲做立委尤浩加马文君的靠山，8月23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。823，赶快这一场闹剧，恶劣的民主发展赶快停下来，让我们朝野一起团结起来。 面对美国的关税，诈骗集团横行。另外，发起罢免尤浩的公民团体，拜四早起同款嘛来到德山的早市扫街。民进党台北市东部主委张茂兰特别来南投陪同，抱团呼吁南投的民众投同意票，将无适任的立委换掉。 伫网络面顶，也是讲伫街头来甲阮拍招呼，讲伊是专工坐飞轮机为国外转来要投票的咱的南投的朋友，住伫台中、台北的咱的少年的南投朋友，嘛要转来投这个同意罢免票。离8月23罢免投票日剩无2天，这届罢免投票有7案，南投占2案，包括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甲尤浩，南投罢免甲反罢免双兵人马，拢把握时间积极扫街催票。双方的立场甲诉求无同，唯一同款的是，拢呼吁民众爱出门投票，用选票来表达民意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